大家移民咗澳洲之後，你哋嘅夢想係咩呢？好多人都係想喺澳洲努力工作，再買一間屬於自己嘅樓，俾屋企人一個安樂窩。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呢一個夢想其實係遙不可及㗎。因為根據澳洲統計局今年5月嘅最新數據，喺澳洲嘅全職人工嚟講，平均每一個禮拜咧都係得2010蚊澳紙嘅啫。咁即係話咧，一年嘅年薪咧，其實平均計起上嚟咧係104520蚊澳紙㗎。好多人都認為年薪借過10萬，即係高過平均工資啊，生活就覺得好幸福。但係其實唔係㗎，因為我哋澳洲係一個好高稅嘅一個地方，再加上呢幾年生活成本係越整越高添啊。前嗰排揾我諮詢嘅有一個香港移民嘅家庭，佢哋好叻，兩個都係專業人士，年薪家庭月入係有20萬澳紙㗎。呢個家庭收入咧，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好好㗎啦。但係呢個家庭竟然每一個月都係負現金流，仲係每個月都借緊佢哋嘅老本喎。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，點解佢哋一個家庭月入有20萬，一家4口每個月都係負現金流嘅？呢個客戶就同我計咗條數，原來佢哋每一個月真係冇錢剩㗎，仲要係倒貼之前喺香港嘅儲蓄添。喺呢個 consultation 嘅最後，我就教咗呢個家庭點樣拆局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睇到呢一條片嘅最後，因為呢一條片可能都會帶俾大家一啲新嘅概念。